今日我哋就會行輕鬆郊遊路線，依家出發。大家好，早晨。咁我今日嘅目標就喺北潭涌開始出發，最終以黃石碼頭做終點。大家用自己嘅方法搭車仔北潭涌落車，依家就沿呢條路開始出發。經過北潭涌個閘口，我哋咧就繼續沿住馬路向黃石方向行。喺北潭涌行咗大概6分鐘，就嚟個分岔路口。依家就轉左，就繼續往黃石碼頭及海下灣方向行。喺起步行咗15分鐘過嚟，嚟到個位置。依家就靠右就逆行北潭郊遊徑，就去北潭坳。喺頭先嗰位行咗8分鐘上嚟，嚟呢個分岔路口，依家就靠左就繼續往北潭坳方向行。行咗10幾分鐘過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會轉右，就繼續行北潭郊遊徑。行咗落嚟冇幾耐，咁就嚟到一個路口，依家就會轉左，就行出去嘅。喺頭先嗰度行咗50米過嚟，依家就會繼續行北潭郊遊徑。沿住北潭郊遊徑行上嚟，嚟到呢個分岔路口，我哋咧就繼續直行，就繼續行北潭郊遊徑嘅。我哋依家行完北潭郊遊徑啦，依家咧就轉右，就繼續去北潭坳。喺後邊嗰度行過嚟，嚟到北潭坳，依家就會行麥理浩徑2段嘅一部分，然後就會接落去黃石碼頭。我哋咧頭先咧就喺北潭坳洗手間麥理浩徑2段行咗1公里落嚟，嚟到呢個路口，咁我依家就會轉左，就繼續往黃石碼頭經土瓜坪方向行。
喺後邊度行過嚟。咁就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行出去土瓜坪碼頭睇一睇。喺土瓜坪碼頭打完卡之後，就繼續向右方嘅方向行。咁我哋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靠右，就繼續往黃石碼頭方向行。沿山徑上嚟，嚟到個位置，依家就靠路，就繼續出返去黃石碼頭。喺下邊條路行咗200米到上嚟。嚟到呢個分岔路口，直行就去大灘，咁依家就靠右就去黃石碼頭，完成今次旅程。行過嚟，嚟到呢個路口，轉咗就去黃石嘉樂徑，依家就繼續直行，就繼續出返去黃石碼頭。呢條山徑行出嚟，依家就轉右就落埋去黃石碼頭就搞掂啦。我哋嚟到黃石碼頭，完成今次旅程。今次行咗大概8公里，需時2個半鐘。依家搭車走呢條片分享係咁多，請大家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好、分享，係時講再見，拜拜。